长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。阮的心只有讲予山来听。 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是为啥？你若问阮心肝着疼。 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，唔通单身讲要来接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，哭出声无人晓。 文婉，我去房间找无你，我请你入来吃。你来找我要创啥？你走！回去做你的少奶奶。文婉，这种代志是老爷甲夫人决定的，我无法度啊。免甲你说啊，亿万富贵，啥物人无啊？敢讲你是戆人心？ 我毋是迄款人，别人会当误解我，你应该相信我。较早我是相信，我真正了解，你是一个甲别人无同款的查某囡仔，是要甲我温暖、共同吃苦的家后。也毋过，世事变化真紧，是讲这嘛袂用怪你，我只不过是大家一个长工而已。 我一世人无出头，我是要咱甲一个有钱人的少爷去比的。文婉，你哪里讲你家己？你伫我的心目中，因为……好啊！我只不过家己无路用，出身无好，厝内散食，这可能袂来单工要做长工，要来行济。本朝我都无资格，通我小心要娶家后。上该好笑的是，我今日也小心要救厝公平。生真真有真好笑。 我会当怪什么人？我会当怪什么人？我会当怪什么人？这边你家己啊，你讲过啊，一世人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拢袂当影响咱两个人的感情，对无？好，你变你六月挂上叫有心，过去讲过话，你敢搁会记得心？对不对？我今麦才知影你是一个爱情的骗子，是一个贪慕意外的查某。 好，莫大啰嗦，紧走，今日去准备甲大明走好无？你走啊！你走啊！紧走，你听见无？文婉，你会去小心。文婉，是的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应该讲这个人是我才对。拄则我较冲动，对你讲的是个，请你会当原谅我。你要相信我，我对你的感情永远拢袂改变。安尼讲，你是袂咧怪我？但是我听到这种代志，我定定怪比你更加艰苦，更加冲动。多谢你，多谢你会当谅解我。以后我绝对袂再讲这种话来刺激你啊！我甲你讲，
我趁大片自细汉做阵到大汉，伊一直甲我当作是阿七来看待。我知影夫人的意思，啊，不过大片真善良，伊袂对我有啥物不良的企图。话安讲是无毋对，也毋过嘛免互大片的来耽误你一世人的幸福啊！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无听话，敢会应是？教练，咱同齐来离开蛋壳，好不好？你是讲，你要送我离开蛋壳？英雄就来走。好，那安尼咱先等下款衫裤，我袂伫遮稍等。好，来来去。我得清醒啊！看因两个爱甲遐尼可怜，我的心肝嘛足艰苦的。也毋过好你加在，因阿某因都会当脱离苦海。这真歹讲。大边的，这日暗啊，你无带房间困，早出是要创啥？我困袂去啊！你吼陪我练写字啊！大边的，这日暗啊吼，你先去困，明仔透早才陪你写，好无？唔爱啦，我爱你吼来陪我练写字啊！这是要创啥？迄条啊，迄条啊，迄条啊！唔系安尼啦，大边你真听袂放开啦！你若是安尼吼，我就要插你啊！袂怎么？袂怎我？袂怎我？本案可能伫土地公庙遐等真久啊，还是安怎？奇怪，教练哪袂来？袂走啦！莫甲我扣啦！袂走了，陪我练写字大啊！边的，我甲你讲，你乖吼，啊无安尼啦，你先去你房间等，啊我包好啊吼，摕去放袂好吼，啊我念你去，吼，好唔无？爱啊唔爱啊，这阵就来去啦！大边的乖啦，唔爱啊！啊你若真哩唔听话，大边，啊你是安怎？丢人啊！丢人啊！到尾是教练叫老爷甲夫人发现，伊要偷偷离开蛋壳，叫领起来啊！大夫啊，即摆情形安怎？好甲差不多啊啦。我顶摆困，莫甲插电线啦。啊对啦，你千万要注意哦，毋通叫大片哦，迄夹着舌。我等夹药药我夹的哦，啊叫人起来吼。啊，多谢多谢大夫。好去啊，俺着甲大夫送一个讲。哦，是是是，大夫请。啊，多来多来。我问，是啊，那大片的叫你背写字，你唔哈？我慎重甲你讲，你早晚若是爱继续大片的做某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伊若不管是叫你背写字，你着爱背。你若敢甲我讲一句唔哦，你的皮就甲我
你踮咧大厅，好好甲照顾大鼻。我的心肝囝，若是有啥物失角差，我就活法甲你拍死。玉玲，东啊，哎呀，等一下，我都伫这里面，等几波无看到你，我足烦恼。厝内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讲起话头长，等大片也真深哦，我再去找你，你赶紧困，别起有看到，紧点啦。我拄仔送大夫出去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包袱啊，哎呦，这全部拢是玉莲平常时啊咧穿的衫嘛。我咧想，一定是大片哦，想要阻止玉莲逃走，所以急一个病才发作的啦。莫怪哦，我拄则才看到文苑哦，伫外口咧偷看，一个包袱搁安尼摕条条。哦，这两个哦，实在是真唔是款啦，竟然小想要小带走。这个文苑，也无要小想看卖，当初是带因老爸钱，是啥物人借伊的？迄若是平常时啊，别人咧借哦，迄是咧做3年的长工才会当拄下呢。我是看伊可怜，才互伊做2档，下当倒转去。对伊遮尔好，伊竟然安尼对咱，真正有够可恶的。他要伊受气啊啦，受气哪有效？即马哦，咱来想一个办法咯，通啊对付伊。老爷，咱将文苑啊甲赶走。无喏，安尼都骗去啊！咱借的钱，伊还袂还呢。啊那安尼，有啊，夫人，我晓得，咱叫文苑哦，去开垦咱迄块哦潘种做土地，然后叫伊种稻啊。到时才种得出来，你敢了？种个死！你敢毋惊伊逃走去？伊唔敢，伊若敢逃走，我就甲因老爸的梦啊，甲挖出来，甲骨头摕去饲狗。文苑也是一个孝子，这步绝对有效。那安尼啊，伊就无法度逐工通啊甲玉莲见面，安尼咱囝就无对手啊。赵神啊，当你是咧创啥啦？一个礼拜安尼尔酒就甲我抢去一啉。即马凡间的代志哦，真是愈来愈复杂。唉，你无听人讲，凡间事自然事啦。土地公啊，较拜托好无？后面你莫讲一寡话，我拢听无好无？那听无毋着爱学，你是毋是为着等家的代志，感觉真歹碰着？对啦，即马玉莲吼，看文苑因小姨的代志哦，拢已经去互人发现啦。等下，因是气噗噗的，因阁想要将文苑赶去徛边迄个地种稻啊。你讲啊，即马是要安怎？啊，毋是叫你去种稻啊，当你是咧烦恼啥？我地真神啊！无论安怎讲啊，我是认为讲迄块地哦，根本就无法度种作啦。这些文苑哦，是阮死的。有遐尔严重？哪会无？因即马就要叫文苑去种稻啊呢，哪会无严重？拜托，咱今日斗相共，搁再讲哦，咱做身边的人，嘛袂当见死不救啊！等下啦，等下啦，哎呦，免遐尔急啊，紧事关办才有圆满啦。来，你先陪我来啉一杯啊啦，来啦，来啦。我地真神啊！你是老番颠啊是毋？即马代志遮尔啊紧急，烧酒你搁啉袂落哦？金雕有酒金雕醉，明日又来明日休。哎呦，高路仔，你在搞什啥？哎呦，气了，气了呀！老杨，你嘛知迄块地无当种稻啊？你哪会为难我啦？
你哪敢引起你食？哈！我讲会用种就会用种啦。我是甲你警告哦，你若敢偷走哦，我叫你带恁老爸的钱哦，我就甲你拖转来，你有听无？哎，老爷，伊要哪有一个钱啦？伊敢若有钱哦，哪会着来咱东家咧做奴才？迄毋遐简单。若要安尼吼，我就甲恁老爸摸开拗出来，甲骨头哦摕到到埔啊！老爷，我求你啦，你死我哪做？我来就死啦，我求你啦！啊，你行！嘿，我是甲你警告哦，若无我的应准，绝对不准你踏入东家一步，有听无？我知啦。啊，去踩遐创啊！行，去啊！哎，啊，你搁停来，去啊！死奴才呀，死娘暗就小弟咧，伊也敢后要甲咱宝贝仔囝抢强连啦！这个你打的，放开啊！你搞到，叫你走紧，紧着啦！你来呀，冲啊！紧啊，你来，我来扛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呀，去！快去，快！快点，快走走！你死了！你快走，走走！我甲你警告过哦，你若敢去偷走，我就甲恁老爸母挖出来，甲骨头摕去饲狗。老爷，我求你，我以后唔敢，我袂搁再偷走啊！我求你，你唔通爱做，拜托你。即摆讲袂有啊啦，王哥，人搞掠来因老爸母仔前，看我安尼交谈哦，恁老爸骨头啦。老爷，卖啊！哎，老爷，拜托你啊！老爷，我求你啦，你千万唔通安尼做，以后做一定要天公表咱讲话咧。啊！你去甲酒掺我，王哥，甲修理。是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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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骨头打好起来，你来有东西啊？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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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有空吗？没。阿爹，是孩子的不好，互你死后，搁遭受这种无人性的侮辱。阿爹，请你原谅我孩子的不好。看伊啊，谁人搁敢唔听我的话啦？但好嘅，你笑到哭，你比这世界不如。我办事，我办事，来。现在是几点吧？这块土地，就是讲种一世人，嘛无当种一张猪仔出来，实在也欺人太甚。在这世界上，敢讲有钱人就是天堂，善食人就是地狱心。我实在做唔甘我。看起来实在有影有够可怜啊！你也看，这款土地啊，要哪有可能会种出猪仔来？哦，但好加这对翁仔某，可能有淡薄仔钱哦，就安尼为非作歹啦。我造成总有一天要好好甲因教死者。好得正信啊！你看文婉伤心到安尼哦，咱敢袂当看伊受折磨不管啊？若是讲要帮忙文婉啊，只有哦，好得正信，只有安怎你咪着紧讲啊！我看安尼啦，咱规气哦，倒来庙内好啊参详一下啦，吼。好。
知好无？哎呦！来，我看这边，天啊！这边这天啊！这边啦，下来这边。哎呦！我爱整啊！侬歹人拍大会足疼，走，歹人啊！人个耍杨国家，你哪歹来耍啊？你才大家耍到足欢喜的，安尼我就欢喜啊！原来你若欢喜吼，我就足欢喜的。你若欢喜，那要继续耍。我不爱耍啊！因迄吼拢歹人诶，迄吼出手足大个，讲我尻川，你听到要死的。啊，耍黄国家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安尼毋才有趣味，对无？等者吼，我摕药甲你抹抹咧。不啊！原来你讲到真对诶，你耍吼，就爱讲好大个，较好耍吼。等下吼，后摆若别人做鬼吼，我会当去放因个尻川，互伊尻川气坏。原来，足久吼，拢无去外口佚佗，你陪我出行好无？要去佚佗哦，我惊夫人毋答应呢。免惊啦，阮阿娘吼是我管的，阮若甲讲一声，就好势啊。嘛会使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文玩一下。袂用的，若要耍哦，踮咧厝内耍就好，袂晓出去。袂用哟，阿娘你真歹，你心肝真歹啊！唔好出去佚佗，我食饭要夭折啊！大鼻的，你是阿娘的心肝囝呢，你要来个摇死？啊，你若摇死哦，咱大家都无休落去安尼。我唔办啊！你怎么休落去啊？阿娘，你心肝歹，唔好出去佚佗。阿娘，心肝足歹啊！好啦，乖，你乖，莫吵吼。阿娘，哎，我甲你讲哦，好，你若要佚佗吼，我嘛唔好你出去哦。你若唔听我话吼，我就举棍啊！甲你讲，哎呦，甲你讲，好啊，莫去闹啊啦，这唔正经。看你唔正经，心肝囝。你身体无好，袂用遮尔高兴的。啊，你若遮高气哦，拍歹身体，阿娘是唔甘呢。快，大片，阿娘问你，是毋是玉莲叫你着带出去佚佗啊？阿娘，你乱讲啊！你冤枉玉莲啊啦！对，安尼吼，你后摆若指条条吼，你会去吼剑罗王吼，甲你讲，你指头，你会变会狗哦。好啦，讲假呢，阿娘带你出去佚佗，安尼毋就好？阿娘，你若唔惊，我真绝。你乖，阿娘仔，你快，你心咧搞地条，你家后尾听。乖哈，啊大人大请啊，毋通定甲囡仔共款安尼耍，知唔知？有莲啊，夫人，你带少爷出去佚佗，算是大句就好转来啊，毋通甲我送到日头落山才要入门，知影无？是，我知影。进去啦。原来我甲你讲，阮阿娘吼，我本来我讲要创啥，伊就要创啥。行，咱来佚佗。了然咯，唉，夫人呐，啊你太会答应这个代志啦！玉莲哦，一定趁这个机会走去厝会文馆的啦。伊若敢去找文苑哦，入门哦，迄两支骹骨我就甲摇起，伊无迄落胆。歹讲的啦。后家，你赶紧叫管家哦，甲对去。伊若看到哦，玉莲哦去找文苑哦，叫伊赶紧转来，甲咱讲。
好地先生啊，啊你是想到啥物跋山精？无咧，啊无想到，啊你是当啥物倒啊？想到要烦死啦！啊你到底是想我想无啦？我想，讲到这哦，想袂到讲咱做生命的人哦，我哪有想袂出来的时阵啊？哼，实在是有够见笑。两位正神啊，啊你摇头革面是咧烦恼啥物个啦？唉，是文远啦，伊确实真可怜啦。迄块毋只土地哦，哪有可能种着我种性？所以你咧想办法要帮助伊，对无？嘿嘿，巧，若讲谢天大圣哦，你实在够巧。若帮助人哦，这是好代志啊！但拜托你慢甲阮斗想一下啊！唉，啊，遮尔简单的代志哦，连你两个做事咧，也想要大家拍歹去哦，迄有够好笑的。哎，好好，这点代志拜托，莫阁消遣，紧到时有办法。办法是有啦，要毋过吼，还有一个条件呢。哎哟，啊你实在有够啰嗦呢！啊是啥物条件啦？我的条件吼是真简单啦，就是吼，你这个月你来俸禄吼，好我请我一串了啊。嘿嘿嘿，歹势啦，啊我著借过头以后，我无人请你啦。无要紧啦，这边哦，我来请。这点代志，你紧讲，有啥物办法？老天啊，别看你。哦，真保比红个鸡较趣味。老天啊，人讲有闲，夫人若是答应，我这个点点嘛带你出来佚佗。真，安尼若唔答应吼，我就要一份该要煮，伊就会吃。真，有人能进来去，也佚佗。啊，你这唔正路财，也想要做了白啊哈？你哦，就乖乖踮咧甲我倒咧困。哎，我得真是，你甲伊绑到遐尔啊，伊搁倒咧内底，敢会断开也袂啊？袂啦，要哪会断开啦？小等的时候我若甲变无去哦，伊自然就该醒啊。哦，哎，你看，迄玉莲甲大片的哦，可能是要去看文远的款。海那就去讲，唉，一对苦命的鸳鸯，爱到遐尔啊辛苦，确实在是真可怜。哎，好在真是啦，啊，你少年的时阵，敢有这款刻骨铭心的爱情？什么人哦，拢嘛有一段美好的过去，尤其是这爱情的代志哦，确实会使人怀念。哼，啊，若想着讲我少年时阵哦，好啊，好在真是啦，莫阁笨啊啦。哎，咱甲这孙悟空要约的时阵，你要到，咱即马紧来去。对哦，我嫌仔去袂去，来紧来去，呀。敢若穿这毋是茶几啊，得穿半世人啊！迄个人，迄个毋是文远。伊目睭真紧真巧，伊是文远。迄个人，文远伫遐咧创啥？咧做工课。大片，你伫遮稍等者，我去看文远哦，讲几句话，啊你莫走哦。文远，文远，文远。玉莲，玉莲，玉莲，你知无？我足思念你的。你莫是赶快。
叫人文文，真趣味，真趣味。教练，我就是讲这世人永远无同佮看到你啊！你唔通黑白讲。你看，是大片讲要来散步，夫人才稳准阮出来。啊，若无平常时哦，夫人是不准阮入去等下一脚步的。大平少爷，感谢你哦。文文，能有人真好耍哦。文文，你会忝无？先休困一下啦，你要保重身体呢。袂啦，不过这款所在根本就无当正常啊！我做惊一世人会死伫这所在。文文，你一定要有信心。我相信土地公会保庇你，这块地哦，一定会种出物件来的。只有天有人好啦，若无是绝对无可能。文文，你莫讲这死一个话，好不？好啦，不过我时时刻拢在思念你，你知影无？我嘛是。好佳在大片的人真善良，伊不是咧为我，啊若无我伫咧等家。唔知受到什么款的连连，保定着我都来看你。拢怪我家己无才调，叫你脱离苦海。不过我有信心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所在。文文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真满足啊。袂当出去修补，无我转来。啊无，你保重哦。我先来走。个人，大片，咱转来。文文啊，咱有闲哦，才过来看伊。文文，我甲个人有缘过来看你啊。大平少爷，多谢你哦。个人文文讲多谢我，无多谢你。大片，咱来走。来走，我要走。哎，好地进行啦！啊，迄个孙悟空哪会到这阵还袂出现啦？这唔正讲哦，有阮当是遭遇封锁的款。哎，像你不要咧骂皇帝啊！骂皇帝是袂要紧啦，啊，若骂着玉帝吼，恁的福禄吼是无半仙哦。无啦无啦，哪有人敢骂你啦？空的啊，等你手摕糖啊，是要创啥？哎，孙悟空啊，这款紧急的场面，你还有心情咧算糖啊？啊，走神啦！天庭哦都无这款物件通好算啦，凡间才有这款糖啊，你用规气都算者较有咧。嗯，哎，孙悟空啊，拄则你伫庙来讲哦，你绝对有法度甲文婉人斗相共。啊，即马到现流煞无半撇啦，你看啦，文婉即马拍伫涂骹咧看我。啊，好啊好啊啦！啊，你两个点仔碎碎念念袂煞，迄真烦呢。嘿，无细细念敢会使啊？咱做神明若是无守信用哦，凡间人哪会拜咱啊？恁若唔办吼，点点莫喘气。哎，等你是咧讲啥？啊，莫喘气就死去啊！我就正神啦，啊你是神呢，就算你一世人莫喘气哦，嘛是活跳跳啊。啊，好啊好啊，即马莫讲一寡无路用的话啦，紧想看下有啥物办法帮助文婉啊啦。你等下就知啦。哦，嘿，孙悟空啊，好你搞搞了呢。但是你搞啥啦？带兵仔查起是要创啥？上重要是涂骹遐涂甲冰冰的，才有法度通去正做。哦，对吼。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！嘿嘿嘿，讲诶，若讲你会发顺哦，
确实是在我之上。我好得奖是喏，在真钦佩你，万分的钦佩你。这款功夫哦，真普通尔啦。什么？你哪有这么悬的功夫啊？啊，赵神啊，你做事无偌久吼，爱认真哦学法术啦，才当造福百姓啦。是，哈哈，什么看？你所讲的经验教育哦，我造成一定会谨记在心啊。我会认真去研究，将来哦，绝对袂输你啊。真好，真好。赵是啦，我刚听你咧讲话，拢咁要起家轮顺啊，莫当遐地操蛋啦。法术啊练好，才过来讲啦。空的啊，你今仔较辛苦啦，未来我庙遐休困者。好啊，我头仔运讲哦，运到嘛真喙大。好地真是啦，咱们好来等啊。赵是啦，你家己敢有法度能够飞起来？好地真是啦，你是要甲我吐槽是无？像这么简单的功夫，我哪会可能袂？那会飞袂起来了，敢若有人甲我扭掉。赵是啦，飞去啦，飞去我带你飞起来啦。行，那呢？原来是土地公伯在保庇，派这套人来帮助我。土地公伯，感谢你，土地公伯，多谢你。我来做你这。啊！我来无13块啦。我有人在笑呀嘞。哎呀！我刚刚进来冇钱啦。啊！冇钱啦！安尼到即摆也袂转来啦。夫人啊，这玉莲哦，敢会借这个机会哦，偷走去看门案见面啊？嘿，嘛有这个可能哦。就是讲，咱就叫管家对调咧，敢会？是啊，管家敢转来？啊，你毋咧讲，这个代志用骹头想嘛知。那玉莲伊都还袂转来，管家来敢先转来？阿娘，我出去散步转来，真好听。欢喜无？有啊。阿娘，我吼以后每工吼拢要搁叫个人陪我出去散步。戆囝，后摆要散步，阿娘陪你来去就好。哈。我不爱啦，甲阿娘散步吼无趣味，甲叫人散步趣味。好啦，无拢有人陪你散步，安尼就好哈。大片啊，阿娘灶骹有煮一碗迄个地瓜汤，你今日食好，才袂枵哈。地瓜汤，我不得就枵。你乖咧。我问你，你是毋是带大片去看文玩？是哦，带大片去散步尔。真是嘞，你无骗我。无啦。你去啦。是，夫人。老爷，夫人。哎呦，夭寿啊！无啊，管家啊，你哪安尼转来啦？你做啥啊？管家，我叫你去教育个，安那有人转来，你来到即摆才转来啦？啥啦？我嘛唔知，我精神的时阵，就困在树仔骹下啊。你胡白讲你啊？哈？你一定是啉酒醉，特别路边困对无？无啦，老爷，你问我。哎呦，好啊，好啊啦！我问你啦，有人有去找文玩无啦？敢若无汇款啊？来，啥物咧敢若无？到底是有也无？无啦。好啦，无就好啦。去穿衫啦，下死下静啊，敢会看哟？是。
这地图都已经编好势，这文馆种着啊，因都无可能找着。哎呀，赵神啊，啊你是要到退的呢？这餐地也无水啊，啊是要来布条啊？哼，这也唔简单，你变一寡水来，安尼唔就会使？哎，袂用啦，袂用啦，这毋是我政府啊，我袂使乱来啊。啊若无，这是啥物人负责？这啊，这个水之宫的海陵王负责啊。海陵。发给地形，引来水之宫有何贵事？来要找你头家啦，请。多谢。哟，海陵王，真久无看呀！我着正是真久无看的，你来好。奉你的福气，奉你的福气。哦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多谢。来来来，海陵王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，伊叫赵氏。海陵王，请多多指教。你讲，发着正是王宁水之宫，这有什么贵事？无事不得三宝殿，原港有一个可怜人叫做吴万，予伊的主人啊，强迫伊去一个无法度通种植的所在种植啊，这个根本就无可能，所以哦，我想讲要请海陵王你啊，哎，发着正是，这个代志我早就听到，也我嘛要苦劝你，凡间的代志，爱定定插手。你互人杀招斩仙台的代志，敢讲你唔惊受？多谢啦，多谢你的关心啦。也不过我这转来吼，只是要请海陵王你哦，会当来热点仔雨水，会来解决这文苑的困难。海陵王你哦，会当甲我斗下手一下吼。哎，我着正是，这个代志我绝对唔敢答应。海陵王，你哪会一点仔慈悲甲同情心拢无呢？这事关重大，这哪有啥物重大？只要你一声，就会当解决凡间的痛苦。敢讲这小小的代志，你也唔做是？唔是我唔做，是因为你莫搁提示。我问你啦，你到底要斗啥个？歹势，我无得答应你。无猜讲你是海陵，你敢若会晓坐踮这水池中，翘脚捻喙鬚，其实你根本就是一个无血无目屎，甲凡间的人拢对比的。你嘛无资格来做海陵王啦！赵神，你对长辈不敬。你若不是看到法定正史的民主，我早就想要教训你啊！像你这种事，无资格来教事。你完全，至少我有同情心，我嘛会当了解凡间的痛苦。亲像你，大家安尼食好规规矩矩，啥物代志拢唔知影，敢若会晓等你领袂好，你根本就是一只米虫啊！赵神，你若侮辱本行，我今日绝对袂帮你刷。你就是讲我会惊你哦，你不要落来啊！咁正是啊！歹势，歹势，赵神，你啊，咱是人客，你们对海洋无咧，知无？乱来！海陵王，少年做代志要较冲动啦，莫见怪，莫见怪，吼！海陵王啊，你甲我，咱熟识数百年啦，将来吼，我也毋捌讲甲你开嘴要求过啥物啦。啊，咱生起来嘛是老朋友啊，文苑这人确实真可怜，会值你人同情。你是毋是会当安跳出来斗下手一下？我，海陵王，人讲法理之外，还佫有情。无论讲是天庭去接受凡间，若讲真是拢总无情无义哦，嘿，安尼有甲情深共源对吼。好得正是，你安尼讲是真有道理。你嘛有是有情伫我遮，你的情我永远嘛是记在我心内。哦，对对对对，那安尼讲哦，你等我拜托一下，伊哦，十个时辰之内绝对爱吼，互文苑哦会当种做吼。这好得正是，我搁小考虑，小考虑咧。无问题，无问题。无咯，是讲哦，唔好考虑小考虑吼，拜托，万事就拜托。嘿嘿嘿。
什么人？是我，吴婉啊。吴婉啊，这是阿妈，你来遮啦？对嘞，我是要甲讲一个好消息，是啥物好消息啦？一定是你带来互我福气的。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我拢听无。啊，是啥物福气？今日你去田林看我，走了后无偌久，迄规牛田哦，就出现一大阵土红仔咧。土红啊！迄土红仔吼，拢伫咧田林内底咧冰土。吴婉啊，你是咧讲故事？迄土红啊哦，哪会晓冰土啦？有咧，我讲的是真实的啦。迄一大阵的土红仔吼，甲迄田的土拢冰好啊咧，假使若落雨，就会当保稻啊。啊，稻啊若把水，就会当收成啊。到时阵哦，我就会当去倒转来啊。真是嘞，那你真好啊！迄个时阵，咱就当逐工去见面啊。这一定是哦，土地公咧谈保庇啦。哎呀，赵神啊！啊，你真好胆呢！你敢骂海玲王？啊，你唔惊伊甲你关喺水晶宫，无就倒转来房间咯？我才无咧惊伊啦。做生命，我当真心是要做啥物事，对无？对啦对啦，是讲哦，讲这来讲哦，你做代志哦比较较意气用事啦，因为咱是要拜托人甲咱斗三工，加减爱讲两句啊好听的。伊啊你唔是啦，当要甲咱大声细声要招冤家，免讲海玲王嘛袂带。这哪会使怪我？上个有斗下手啊！对啦，这也不怪你啦。赵信啊，吼，伫个水晶宫的时候，你甲海玲王安尼对枪哦，叫嚣袂歹呢。那是安尼讲起来，我做造型做了有成哦。呀，莫搁你妈臭屁啊啦！哎呀，或者正是啊，照你看，海玲王会落雨，帮助到阮无呀？伊若是唔落雨，咱就来去甲水晶宫拆掉啊！赵信啊，少年人哦，做代志哦，你嘛得安尼关前过后，一个安尼无遐尔啊冲动啦。有时啊，咱就等一下，一个，啉一杯啊。